呢幾日嘅假期咧，有主耶穌嘅受難，亦都更重要嘅係咩啊？主耶穌復活了咁所以今日咧，我同大家嘅嚟到思想翻呢個耳熟能詳嘅題目或者你叫老生常談好，乜嘢都好。我好記得有一次多倫多培靈會嘅時候，當時我做主席，咁禱告嘅有另外一位嘅牧者。咁呢位牧者禱告嘅時候咧，佢求天父俾唐佑之牧師俾我哋有新嘅信息。咁到唐牧師上嚟講道嘅時候，咁佢話我有啲嘢澄清有啲嘢澄清，吸引咗好多人聽喎，注意力喎。佢話我冇新嘅信息，我講嘅都係舊嘅信息，係古舊嘅信息。咁所以今日同大家講翻呢個古舊嘅信息。咁我哋嘅經文咧就係《使徒行傳》1章1至3節。咁我哋一齊讀一讀呢一段經文啦。呢3節經文，我今日同大家集中喺第3節嘅嚟到睇，就係他受害之後，用好多嘅憑據，將自己活嘅顯給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們顯現，講説神國嘅事。咁咧就當中有同學已經讀咗希臘文啦。亦都有同學開始讀緊Greek 2啦。咁咧就對於一啲未去 Greek 3咧，你都好期望 Greek 3解經。咁對於已經讀咗4科希臘文嘅，咁唔知大家想唔想溫翻咧？可能上都唔定啊！咁無論點樣都好啦。好啦，咁呢一度咧就我哋基本上嚟講，預備講道嘅時候咧。大家記得我哋先做 exegesis 係咪？咁 textual criticism 呢度唔處理啦。咁跟住嗰步係乜嘢啊？就做 verbal causal layout 咁做埋俾大家咧，就係大家記得紅色嘅動詞藍色嘅係分詞，綠色嘅係咩啊 ？infinitive 呢個嘅不定詞嚇。咁跟住咧，我哋就做呢個動詞類嘅。排句咁咧就已經列咗出嚟啦咁即係咧有呢個主要動詞啦，喺呢度睇到個睇唔到嗰個 pointer 唔緊要有呢個主要動詞紅色嘅咁亦都有3個嘅分詞嗰啲嘅都係分詞語句咁接住咧我哋就做咩咧 syntactical layout。syntactical analysis 同埋 layout， 咁呢個係我做嘅咁第3節嘅上半句咧，第3節上半句咧個主要動詞咁其實第3節呢個句子咧得一個主要動詞就係呢個 paristemi 嘅 aorist tense。OK， 咁跟住落去，即係或者我哋翻譯呢度嘅時候咧 is 即係 to whom， 即係呢個係指到咩？上文第2節講到嘅使徒，即係話向嗰啲嘅使徒咩嘢咧？佢就呢個 paristemi 呢個字係表達到present 即係話可以講係 present himself 呢個 alautos 呢個 alauton 就係嗰個嘅賓詞object of the verb 咁即係話佢將自己顯現出嚟。係顯現佢自己係點樣顯現法咧？原來佢用呢個嘅 sonder 呢個字，呢個嘅分詞，即係話呢個 living 係活嘅顯現出嚟，活嘅顯現出嚟。好啦，
點樣會顯現出嚟咧？跟住有兩句嘅呢個 prepositional phrase。第一個呢個 meta to pathin auton， 咁咧呢個咧就after 啦 ，meta 加呢個accusative， 即係話之後咩之後咧？嗰個嘅verbal term 呢個嘅不定詞就係to suffer。嗱，大家記得即係呢一個嘅呢個不定詞，佢嗰個 subject 係咩啊？呢個係漢語冇嘅，英語冇嘅。infinitive 嘅 subject 係 accusative case， 係嗰個嘅直格。咁呢個直格咧就係 auton 即係他，所以咧係在即係佢當中有拖，即係話嗰個 definite article， 即係話在嗰件事嗰件咩事咧？就係他指到主耶穌佢受害之後，聖經講到耶穌受害係包括佢被捉拿、審判、被釘在十架，以後從死裏復活呢一件事。好啦，呢一件事之後，耶穌將佢自己顯現俾將自己顯現出嚟俾使徒睇見，係活嘅，係在佢受害之後活嘅顯現。好啦，跟住另外一個嘅呢個嘅介詞短語，呢個 and police take me release 呢個即係話咧係透過呢個 and 咧就係話 with，OK，with 咩咧？用着 poly 即係好多啦。跟住嗰字咧就係證據、憑據，用好多嘅憑據去表達佢係活生生嘅顯現出嚟。呢個係第一步。好啦，第二步咧就同呢個嘅主要動詞有關噶啦。第一，另外一個分詞，呢個分詞咧就係一個中性詞，或者係可以講係 deponent， 係點咧？呢個 optanommenos， 即係呢個 optic 嗰個字啊 ，optic 即係話看啊，即係話咧係將佢自己可以講係睇見，將佢自己睇見，即係話顯現嘅意思。顯現咩？係向使徒們顯現。呢個 autis 就係指到使徒啊。咁點樣顯現咧？咁樣幾時顯現咧？上邊嗰個嘅，即係喺佢上邊嗰個嘅呢個介詞短語，呢個 dia 加呢個 emeron 跟住咧40，即係話 through 40 days 透過呢40日，呢40日即係話咧，從嗰個嘅經文俾我哋睇到，佢升天之前嗰40日係點咧？係自己顯現俾使徒睇。好啦，跟住落去仲有另外一個分詞喎。呢個分詞同呢一個嘅主要動詞係連結嘅，因為我哋睇翻呢個 menos 咧，即係話佢係呢個主格詞嚇，所以同呢個嘅主格嘅main verb 係 related。另外一個詞咧就並且説 legon， 説講咩咧？他 peritis vasileas to theou， 就講嗰啲嘢，他呢個 definite article， 即係話中性複數，講嗰啲嘅事情，咩事情咧？係關乎 peri， 關乎咩啊？神國嘅事。好啦，喺呢度經文，我最難係我自己處理呢一節經文嘅時候，就有兩個 point。第一個 main point 就係佢活嘅，在佢受害之後，活嘅用好多嘅憑據顯現俾使徒睇。呢個第一個 point。第二個 point 就係下邊嗰兩個分詞，嗰兩個分詞表達乜嘢咧？就話同樣40天之久，佢係顯現出嚟，
顯現出嚟做咩咧？佢係講説，即係話開咗一個讀經營，40日嘅讀經營，講説咩啊？有關神國嘅事情，呢個係第二個重點。咁因此呢一個堂嘅信息係有兩點啊。第一就話耶穌從死裏復活嘅憑據，第3節嘅上半句。跟住第二大點就係耶穌從死裏復活後嘅事工，呢個第3節嘅下半句。所以我呢兩個嘅主耶穌復活了，在呢個題目之下，呢兩點唔係我作出嚟嘅，係從聖經嗰度攞出嚟，唔係 is Jesus， 即係話唔係讀入去聖經，而係 exegesis， 從經文佢裏邊攞出呢兩點出嚟。好啦，跟住咧我哋睇呢個嘅第一點。咁咧就我好記得咧，就當我讀大學嘅時候，咁我都有分享過啦。就因為我知道自己要進入神學院啦，咁啊，所以第2年讀完工程系之後咧，咁啊為咗預備自己，即係在文學上更加即係預備自己，咁啊於是從工程系轉出嚟呢個文學系，咁啊於是讀聖經科啊，讀希臘文啊等等，咁啊。其中咧，我跟一個猶太夫子Rabbi Diamond， 咁啊讀兩科，其中一科咧就希伯來文 Hebrew， 咁啊當然佢用 Modern Hebrew 啦。咁另外一科咧就係猶太神學 Jewish Theology。咁啊響嗰班嘅咧，好少人讀嘅啫。依稀記得大約5個學生嘅。咁響邊度上堂咧？去夫子屋企上堂。咁啊，除咗我係即係大學嗰邊註冊嘅學生之外咧，其他嘅咧都係唔同嘅，即係喺大學裏邊嘅神學院。咁嗰次我記得又適逢係復活節嘅期間嚇。咁啊講起即係有關呢個 Passover 啦，咁啊當然猶太人會講啊，夫子亦都會講啦。咁啊其中一個咧我忘記咗喺 Hebrew 嗰班啦，抑或喺猶太神學嗰班啦，咁啊呢兩班嘅裏邊咧都有呢位嘅Lutheran 神學院嘅同學喺當中。咁啊講到呢個 Passover 嘅時候咧，咁啊提出一件嘢咧，就話到those nasty Christians， 哇！我一聽到嘅時候，我係 Christian， 喂你都係 Christian， 我點解你咁講咧？咁樣佢就話咩咧？佢就話一個空嘅墳墓走去證明耶穌復活係 foolish 嚇。我聽到之後，唔知大家聽到之後點啊？你聽到之後點啊？我當時聽到之後咧就好氣憤啦。即係以往聽到嘅時候都聽過啦。你揾到孔子嘅墳墓，你見到孔子嘅屍骸、屍骨，你揾到邊個名人嘅墳墓嘅話咧，佢個屍骨都喺嗰度嘅。但係如果你揾到耶穌嘅墳墓嘅時候咧，係空嘅。點解啊？因為佢從死裏復活，所以個墳墓係空嘅。咁啊有歌可唱啦！呢首歌60年代、70年代唱得好流行嘅，喺基督教圈子。龍太唱過未啊？唔係話佢年紀啊，OK 啊，而家都流行㗎，而家都流行㗎。最近有冇唱過啊？或者呢幾年有冇唱過？我哋睇下歌詞啦，係咪 ？God sent His Son, they call Him Jesus. He came to love, heal, and forgive. He lived and died to buy my pardon. 留意啦 ，An empty grave is there to prove my Savior lives. 那空墳墓證明救主基督活着。我從香港翻嚟嘅時候咧，咁都復活節去講道嘅時候咧，都有教會唱呢個。咁我就覺得就話，自嗰次嗰同學提出之後，我就真係反省去諗啦，係咪咧咁樣？係咪一個空嘅墳墓去證明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咧咁樣？
咁我諗下嘅時候，就諗到個自己一個虛構嘅故事。響北美洲請人食飯，多數都係請人食雞㗎啦。咁買雞嘅時候係點咧？冇活雞㗎，一定響 supermarket 買嗰啲嘅冰雞，咁啊擺響冰格。好啦，聽日請客，今日就去冰格嗰度攞隻冰雞出嚟解凍。咁啊，我就走去雪櫃嗰度預備攞隻冰雞出嚟解凍。一打開，咦？點解冰格空㗎？我就走出去話俾我太太聽，喂，隻雞復活咗啊！喂，大家都笑，點解啊？點解你笑啊？有冇咁蠢啊？我就如夢初醒，哇！原來空墳墓去證明耶穌基督復活，喂，真係可笑喎！咁啊，究竟乜嘢去證明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呢？我哋睇翻聖經，剛才我哋讀《使徒行傳》嘅時候，一間再睇翻，我哋睇翻當時實際嘅情況，佢哋點樣記載在聖經嘅裏邊。約翰福音第20章，咁啊，大家熟呢啲神學生熟呢啲嘅經文咧，咁我唔詳細講個內容啦。好啦，耶穌復活，今日嘅所謂星期日主日嘅第一日清早，抹大拉嘅瑪利亞就去墳墓嗰度。咁啊，我哋睇到好多時姊妹對主嘅愛唔單止從心裏，並且有行動嘅。佢就清早去到埋葬主嘅墓穴嗰度，咁佢發覺到咧，呢個墓係空嘅。咁於是咧，佢哋瑪利亞就即刻走翻去同使徒講咩咧？佢話主復活了，係咪啊？唔係喎，佢嘅反應，佢正常嘅反應係咩啊？有人把主從墳墓裏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裏。當時使徒彼得、使徒約翰聽到咁嘅時候，哇！有人偷咗主嘅身體，邊個咁樣做呢？於是就立刻走去。大家知道啊，邊個後生邊個走得快啊？約翰啦，梗係先到嘅時候見到都係咁嘅情況。咁啊，但係咧，佢哋見到之後咧，聖經嘅記載第9節，因為他們還不明白聖經嘅意思，就係耶穌必從死裏復活啊！佢哋見到之後，瑪利亞見到之後，佢嘅正常反應就係話有人將主耶穌嘅屍體拿開。使徒約翰、彼得見到咁嘅情況嘅時候，佢哋一籌莫展，唔知咩事，唔敢定奪。咁啊，因為點解呢？因為佢哋不明白聖經嘅意思啊！原來耶穌在佢受害之前已經多次講解咗聖經噶啦，有關佢嘅事情。但係佢哋唔明白，尤其是咩唔明白呢？就係話耶穌必會從死裏復活呢件事，佢哋唔明白。佢哋今日嘅英文説話講 register 唔到啊，已經教咗啦 ，register 唔到啊。好啦，瑪利亞冇走到喎，抹大拉嘅瑪利亞冇走到喎。好啦，佢又見到再一路喊一路低頭望入去個墓穴嗰度，就見2個天使身穿白衣，在安放耶穌身體嘅地方坐着，一個在頭，一個在腳。天使對他說：婦人，你為什麼喊呢？咁樣，我哋留意下抹大拉嘅瑪利亞點回應呢？因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裏。先生，如果你哋將佢攞咗去嘅話呢，話俾我聽放響邊度，我攞翻佢翻嚟啦。呢個係正常嘅反應，咁啊，其後耶穌出現啦，就同佢講：瑪利亞，
瑪利亞轉個身來，聽嘅聲音係熟嘅，見到耶穌，跟住佢就稱呼耶穌拉波尼夫子啊。咁跟住抹大拉之間唔講啦。咁啊之後咧，抹大拉瑪利亞就去告訴門徒話：我已經看見，親眼看見了主。他又將主對佢講嘅説話同門徒嘅講。呢個聖經俾我哋睇到耶穌復活嘅憑據。好啦，唔單止係咁樣，使徒保羅同樣見證，佢話我當日所領受嘅傳俾你哋嘅，第一就係基督照聖經所講嘅，為我哋嘅罪死了，而且埋葬了，有照聖經所講嘅，佢第三日復活了。並且係點呢？佢顯現俾基法睇，即係使徒彼得，然後俾12使徒睇，後來一時顯俾500多個弟兄睇，其中一大半到如今還係活在嘅，有啲係已經返咗天家啦，已經睡了，即係返咗天家啦。以後又顯俾雅各看，再顯給眾使徒看，末了也顯給我保羅看。所以我哋體會到保羅佢親身親眼自己經歷復活嘅主，以至到改變咗佢一生，成為佢遇見主，成為佢人生嘅轉捩點。呢個我哋從聖經嗰裏邊，大家神學生都好清楚知曉。嗱，因此當我哋翻嚟呢度睇嘅時候咧，係講到耶穌受害之後，係用好多嘅憑據，將自己係活活嘅顯給使徒看啊！咁呢個俾我哋睇到嗰個憑據啊，嗰個憑據就係佢活活嘅親自顯現。當然，我哋今日唔能夠去翻昔日第一世紀嘅時候，有機會親眼見到活活嘅耶穌。點解我哋又相信呢？你相信凡接受耶穌基督作救主嘅，我哋都相信耶穌為我哋嘅罪釘死在十架上，赦免我哋嘅罪，從死裏復活，勝過罪惡帶嚟死亡嘅權勢，以至到我哋信主嘅得永生。約翰福音3章36節。呢個有信主嘅有永生，呢個有字，如果你查翻約翰福音3章36節咧，佢係用一個現在時態啊！弟兄姊妹，原來你同我嘅永生信主嘅嗰刻係已經開始咗，直到永永遠遠啊！我哋憑乜嘢？憑乜嘢嘅嚟到去認信耶穌基督復活呢？係因為信，係因為信。我哋點解會信呢？係因為聖靈嘅工作，聖靈嘅工作。所以哥林多前書嗰度講到，若12章3節嗰度講到，若不是被聖靈感動，沒有一個人能稱耶穌基督為主。佢係我哋復活嘅救主，我哋感謝神，我哋一無可誇。正如使徒保羅所講嘅，我哋所誇嘅就係我哋嘅主耶穌和他釘十字架。呢個係聖靈在我哋生命上，讓我哋知罪悔改，信耶穌係我哋嘅主。我哋係憑信，我哋冇親眼見到。但我哋相信神透過佢嘅使徒、佢嘅門徒，係記錄呢個嘅歷史嘅事實，成為神嘅話語，成為我哋新約聖經正典當中所記載。我哋讀咗之後，聖靈在我哋心裏邊工作，我哋相信聖靈在我哋生命上嘅印記，成為呢個亦都係一個憑據啊！好啦，所以外間嘅人好難明白我哋信徒
竟然間能夠咁樣信啊！咁因此弟兄姊妹，一個空嘅墳墓係耶穌復活，唔係憑據，係理所當然嘅結果。理所當然嘅結果，唔係個憑據。憑據我哋感恩聖靈引導使徒們、信徒、路加醫生等等，佢嚟到記載佢哋親眼所見聞嘅事，以至到流傳到今日，聖靈又在我哋生命中工作，我哋相信所記錄嘅係真實嘅，因為聖靈重生了我哋，我哋有新嘅生命，以至到呢個新嘅生命係能夠係有聖靈在我哋生命當中去體會屬靈嘅事情。呢個第一方面我哋睇。好啦，第二方面就係話耶穌從死裏復活升天前嘅事工係乜嘢呢？咁樣，咁剛才我哋睇咗個分析啦，就係40天之久，顯然喺呢40日之內做乜嘢呢？咁樣，以往我講呢個信息嘅時候，我都好多時帶出一個問題，就話如果我哋能夠所謂透過時光隧道翻到去昔日耶穌復活嘅境況，而耶穌嘅嚟到問我哋，好多時耶穌都會用問題嘅方式嘅嚟到去教導嘅。佢問我哋：好啦，而家你親眼見到我從死裏復活啦，我將會翻到天父那裏去。但係我仍在地上嘅時候，我可以做乜嘢呢？大家有咩意見呢？咁樣咁啊！如果問到我嘅時候呢，我俾嘅意見就係話，好多時邀請人信耶穌容唔容易啊？有冇邊個講話容易啊？冇人舉手喎，即係話難啦。咁我都承認啊。既然係帶領人信耶穌嘅時候咁難嘅話呢，如果將耶穌從死裏復活，明明好多人在耶路撒冷過節都親眼見到耶穌死在十架上，並且有兵丁用槍扎佢嘅肋旁，流出血和水，仲表明呢個表明係乜嘢呢？係已經死緊咗啦，唔係留翻半條命，係真係死咗，並且埋葬咗。而如果耶穌再次出翻嚟，在群眾嘅面前開培靈復活佈道大會嘅話呢，我相信如果要飛嘅話呢，好多人問你攞飛啊，會唔會啊？會啊！耶穌講道啊，比我好啦，大膽啲講，比你好啦，甚至要大膽啲講。耶穌講到比歷世歷代任何嘅人都好，耶穌親自講到喎，再加上佢從死裏復活，個說服力更加大喎，係咪？耶穌有冇聽我講啊？佢冇聽我講，因為耶穌佢有一個更長遠嗰個策略，就話如果嗰40日佢開足40日培靈佈道復活大會嘅話咧，我相信成千上萬嘅人教會即刻增加。但係問題，當時嘅使徒夠唔夠料去培育呢一班信主嘅人呢？喂，跟咗耶穌3年多啦。MT 都讀咗啦，3年啊嘛，唔係跟我，唔係跟彭博，唔係跟龍太，唔係跟羅博，係跟最偉大嘅老師，邊個啊？主耶穌喎，主耶穌叻過晒我哋啦嘛。喂，跟咗3年掂唔掂啊？應該掂嘅。耶穌點講啊？耶穌冇講出口。我代耶穌講，
唔掂，點解啊？嗰40日補課啊，嗰40日補課啊，點樣補課法咧？係講説神國嘅事啊！咁啊，以往講嘅時候咧，有啲同學都好叻嘅。佢話唔係補課啊，牧師係進修課程嘅。無論點樣都好啦，即係話未出得師啊！耶穌等在地上仍停留40日，既嚟到去講説神國嘅事。嗱，咩叫神國嘅事咧？嚇，神嘅國在上個世紀成為一個好重要嘅議題。咁我記得即係自己讀 MD 嘅時候都寫咗一篇專文關乎呢啲。咁啊，而家嚟講咧就係簡單，我哋以經解經睇翻乜嘢叫神國嘅事情啦嚇。咁啊，最好就係既然《使徒行傳》係路加醫生寫嘅，我哋又睇下路加醫生有冇講及到呢一方面啊。咁啊，講解神國嘅事情，又睇翻耶穌從死裏復活之後嘅一啲嘅事蹟，咁啊，路加醫生都有記載嘅。咁啊，剛巧即係上個禮拜係啦，上個禮拜咁啊，陳博士嚟講嘅經文咧，都涉及到呢個經文，如果冇記錯啊。咁咧就係以馬忤斯路係嘛？咁啊，大家都記得啦。耶穌復活之後，有2個門徒即係話有啲人咁講啫，都冇親眼見到，邊有咁離奇嘅事啊？咁樣咁啊，於是就垂頭喪氣嘅就翻回老家，行在呢條以馬忤斯路。咁啊，在路上遇到耶穌，佢哋眼目昏花愁容滿面，遇到耶穌都即係可以講冇留意到，以為一個外人咁。而在耶路撒冷嗰個領域或者猶大地嗰個領域嚟講，耶穌真係從細係響加利利北邊長大，啲口音都唔同嘅。大家記得使徒彼得約翰帶佢進入園子嘅時候，佢嘅口音出賣咗佢係北方人啊嘛，係嘛？口音唔同，咁所以可能聽到耶穌嘅口音，你都係外省人唔知道最近發生咩事啊？咁啊，跟住耶穌就點咧？耶穌同佢哋講話：無知嘅人啊，先知所記一切話，你嘅心信得太遲鈍了。基督怎樣受害，又進入佢嘅榮耀，豈不是應當的嘛？跟住就點咧？從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指着自己嘅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咁啊，大家都記得咧，就話到舊約嘅時候，讀到呢個舊約正典，希伯來正典同我哋嘅正典不一樣。佢哋係3分法，即係話摩西Pentateuch 摩西五經 ，OK， 跟住就係呢個 Nephim， 就係話先知嘅書，跟住咧就 Ketuvim， 就係呢個嘅聖書集。咁喺呢度以馬忤斯路上咧，可能1日嘅路程講唔晒咁多，淨係從摩西五經同埋先知嘅書嘅裏邊嘅嚟到講解。好啦，咁啊跟住咧，到擘餅嘅時候，佢哋認出呢個動作咁熟嘅，咁樣認出咗耶穌，咁啊耶穌唔見咗啦。咁啊佢哋彼此點講咧？就話在路上我哋説話嘅時候，佢給我們講解聖經嘅時候，我哋嘅心豈不是火熱的嘛？呢度俾我哋體會到講解聖經，按正義分解講解聖經係能夠令人咩啊？心裏興奮，係咪啊？今日好多崇拜完之後咧，好興奮，因為幾娛樂性。但係我哋睇到當時嘅門徒，佢哋嗰2個門徒，佢聽到講解耶穌同佢哋講解聖經嘅時候，佢哋係心裏火熱嘅。心裏興奮同心裏火熱兩回事啊！心裏火熱帶出有乜嘢咧？帶出有適切嘅行動啊！佢哋行動係咩啊？喂，
行咗成日都攰啦，瞓覺啦，第二日先算啦。唔係，漏夜趕翻去耶路撒冷，將見到耶穌呢個咁興奮嘅事，同埋明白到原來以往耶穌講解聖經，今次又講解，真係應驗在佢身上，好興奮，好火熱，好興奮。於是立刻有適切嘅行動，翻去耶路撒冷，通知其他嘅門徒。所以弟兄姊妹，第日你講解聖經，如果講解到弟兄姊妹心裏興奮，唔係唔好，睇佢哋有冇行動。如果講解到佢哋能夠心裏火熱嘅話咧，你會睇到佢哋跟住有實際實踐嘅行動。咁嘅時候，我哋係忠心嘅管家，忠心嘅管家。好啦。咁啊，跟住耶穌亦都在門徒嘅當中，喺耶路撒冷在門徒嘅當中向佢哋顯現。咁啊，結果點咧？耶穌對佢哋講：這是我從前與你哋同在嘅時候，告訴你哋嘅話，摩西嘅律法、先知嘅書和詩篇上所記的，凡指着我嘅話，都必須應驗。於是耶穌就開佢哋嘅心竅，使到佢哋明白聖經。嗱，呢度俾我哋睇到嗰40日嘅讀經營，無論補課好或者進心課程好，你會發覺到以馬忤斯路上只係提到2方面啫，摩西嘅書摩西嘅律法、先知嘅書，而家提埋詩篇喎，咩意思啊？其實呢度俾我哋睇到舊約正典嘅3分法，就係剛才所講嘅。呢個五經、先知同埋呢個聖書集，聖書集個排列，你發覺到好多時邊卷書係排第一啊？詩篇。猶太人好多時咧就話一卷書佢嗰個題目係用乜嘢啊？係用乜嘢啊？譬如話出埃及記，我哋嘅摩西五經第2卷，佢個書題係咩啊？佢嘅書題係出邊啊。同樣創世記，佢嘅書題係咩啊？佢嘅書題 Bereshit Beginning。因此同樣亦都係第3個嘅呢個嘅正典。第一篇呢個嘅詩篇係代表咗聖書集裏邊嘅其他書卷，因此嗰40日嘅讀經營，耶穌就將整個所謂我哋今日嘅舊約聖經，凡關乎佢嘅事，都向門徒講解，以至到日後我哋睇到五旬節聖靈降臨嘅時候，使徒彼得啱啱完咗讀經營10日，即係耶穌升天之後10日就五旬節啦，係咪？咁所學嘅仍然係在腦海嘅裏邊嘅嚟到去充滿住，因此佢可以立刻站起嚟去講道，證明耶穌就係基督。司提反殉道嘅時候，司提反有冇預備一篇殉道講章啊？冇啊！彼得亦都冇預備啊！所以彼得話係常作準備，常作準備。當然我哋都要準備，平日都已經準備好。讀神學嘅時候，亦都係我哋準備嘅期間。一路好多嘅資料點樣嘅去講了解聖經以及去分解神嘅道。使徒保羅亦都係一樣，就將呢個嘅按翻聖經去證明，向猶太人證明耶穌就係彌賽亞。呢個就係耶穌從復活之後嗰40日講說神國嘅事，其實就係講解舊約聖經如何嘅嚟到去神嘅應許，以及
表達到佢從耶穌係神嘅兒子嚟到呢個世上，係成為呢一個彌賽亞。佢係我哋嘅救主，唔係一個革命嘅推翻羅馬政府嘅呢個嘅革命家。因此，我哋體會到耶穌嘅復活當日係掀起咗羅馬時代一個翻天覆地，係透過佢講解聖經，以致到門徒能夠日後帶領多人信主嘅時候，佢哋能夠按正義分解神嘅話語去培育信徒。但係我哋亦都知道，撒旦唔甘心，識人唔甘心，所以好多時透過內憂逼迫、內患假嘅師傅深入教會，一江之下，跟住佢講咩啊？並無新事。你估今日有冇內憂外患啊？有啊，大家諗下。同樣我哋用翻古老嘅方法，按正義分解神嘅道，首先使到我哋自己站立得穩，不致被異教之風吹動飄來飄去。先立己，然後立人。願主幫助我哋一齊祈禱。親愛天父，我哋多謝你恩典，因為你差派你嘅兒子降世，為要拯救我哋。佢從死裏復活之後，並冇立刻升天，透過40日向門徒講說神國嘅事，以致到初期嘅信徒能夠清晰了解我哋今日舊約裏邊所講嘅彌賽亞，係指到我哋嘅主基督耶穌。神你亦都繼續嘅在新約時代啟示你自己嘅僕人，留下新約正典俾我哋，以致到我哋有新舊約傳書你自己嘅話語。主啊，就求你幫助我哋弟兄姊妹在接受神學訓練嘅期間，好好嘅嚟到在聖經嘅基礎上打好根基，以致到我哋能夠出到去牧養神嘅群羊嘅時候，係能夠按正義分解神嘅道，使到弟兄姊妹聽到神嘅話語，係能夠心裏火熱去侍奉你。願你幫助我哋嘅禱告，奉基督耶穌嘅名，阿門。